卫生部伫去年设立专区，互民众会当去查犯着性骚扰、性侵害的医师人员，伊的名甲判决记录才会资讯。也今年阁增加专区，公开不当医疗、医疗所需才会听解资讯。毋过，说干那会当查医生、去考医师、中医师、药师人员，就防证据讲无够全面。资深心理师工会就认为讲心理师嘛要受到监督。也卫生部这边是回应，会继续沟通来推动。即阵啊，医师牵涉性骚扰事件真侪，阁有医疗纠纷影响民众看法。卫生部去年设立医师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公开切换性别事件的医师人员姓名、判决记录的资讯，对无纳入不当医疗行为、医疗疏失等，卫生部阁设立医师人员登记决议书查询专区，公布登记资讯1月正式上线。毋过，一个查发现，敢会当敲出医师、气科医师、中医师、药师人员，互人质疑无全面。跟我们求助的这个个案呢，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连结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期盼我们的专业会期盼我们的心理师是可以高度的去遵守一些相关的法律跟伦理哈。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些规范啊，或者是一些管理哈，应该慢慢会趋于一致化。我想很高兴智商心理师的这个工会啊，这全联会还有学会哈，也支持这样的做法。互人算伫医师人员的心理师无纳入平台内，工会表示，心理师的专业自律同款需要互社会监督，特别去回应，已经甲工会沟通，持续推动。另外，针对登记结果公布前，医师人员还阁会当继续执业，恐惊出现更较侪受害人。卫生部长赵忠良捌答应，要研究修法制度登记处分前的暂时性措施，我该关心修法的进度。这种权势性侵的话，或性强制猥亵，或是性骚，那我就动弹不得。可是如果说没有把我隔开来，我每天上班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惊恐，好，那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办。那隔开来的话，两边的权益可以被保障。立委认为，医师涉犯性别事件也是不当医疗行为，若是当透过修法暂时停权，限制医师执业，安尼就有助帮助有可能的被害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